对5月开始，若准电话号码是886+0一直到+8的，拢真有可能是诈骗电话，已经先甲伊挡落来咯。也若8869开头的电话号码接起来，会先听到一段警告基音。目前已经阻止95%以上的诈骗电话。NCC 按算要来推出着打击诈骗的草案，就要开1亿530万，用来补助电信业者做防诈骗的设备升级。这通是国际电话，爱细腻哦，唔通去用骗去。民众为5月开始，室内电话接到+8869的国际电话，拢会听到这段提醒。也若针对+886-098的国际电话，拢会互人阻挡。NCC 表示，伫施行之前，每个月技术诈骗的电话有1400万通，到9月已经阻挡95%以上，只剩下4.8%，但是里面还是有涉诈的，我们还是要把它。透过这样警示，手机的部分，中华是9月15就会上线，远传跟台科大是9月28。观察125专线收到的电话诈骗案件数量，为5月的1600案降到7月份的823案。目前观察方法有效果，不过也让人烦恼，诈骗集团是不是会有新的方式来诈骗？就像水一样，你这边来堵，它一定会流到别的地方去，让民众尽量去。减少这种信息的接触。我们的检调机关如果发现任何新的诈骗手法，我们也会密切的跟其他像 NCC 或是数位部机关等等他们来做防堵的措施。像用 YouTube 数位其他的媒体来做诈骗的方法的话，我们一样会详尽来做。严加的防范。NCC 提出草案，要补助业者更新防范诈骗的设备，相关补助49%，估计会开1亿350万。但 NCC 主委签署就会生效。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，法务部会参其他的部会合作，防堵各种诈骗的来源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